来，即摆才是大出的时，市政府希望讲消费者会使食到上青的旺来。台南市政府举办台南旺来多元行销记者会，推荐当日大出的台南旺来。市府嘛甲大卖场、电商平台，佮有饭店业者合作，要提供消费者多元的选择。总产量少1%，那总外销量增加2000吨，那这样子的话，我们其实在国内的凤梨是比较少，但是我们一定要把好的留给我们的国人。 把最棒的留给我们的国人。市府农业局积极开发多元的行销，唔但举办几若场展售活动，嘛继续和饭店、餐饮业者合作往来日菜料理，而且嘛有甲农会产销班合作社合作，将资讯提供至农业局的网站，欢迎企业团队下档加利用。 我是喜顾亚外，你订阅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了吗？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也不要忘记收看华视新闻杂志哦。